位同学大家好，毋好听到咱台语的放送，就叫是透中昼嘛，爱出来扫涂骹甲收本色哦。了面我有一寡话要送互拜六要考试的同学，大家一定爱详细听哦。会考就要到啊，是毋是感觉有点仔紧张？毋通啦，这个时阵上重要的就是放轻松。相信恁这个时间的拍拼，考试的时阵一定是会拢会考，啊，若是袂晓的呢，嘛会晓着。爱会记得，咱已经尽力啦，毋管结果是安怎，恁拢是上牛的。咱全校的老师甲同学拢会替恁加油，希望恁会考顺利，考出好的分数。坚持到底，成功一定是恁的，一定爱加油哦！下面有一条歌要送互咱3年的同学。